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Tenzin Tandar。藏历的10月25日是宗喀巴大师示现涅槃成道纪念日，藏语呢叫做噶丹阿切。噶丹阿切，噶丹是甘丹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祖寺，由宗喀巴大师所创立。阿是5。那这边的5呢，指的是藏历10月25的缩写。却呢是供养，所以噶丹阿却就是宗喀巴大师成道纪念日。这一天呢，寺院除了会有法会以外，大家呢也会阅读宗喀巴大师的著作。晚上呢，寺院则会挂灯，那大家呢也会出去点灯、点蜡烛、持念咪则玛、绕寺、绕塔，借此呢来纪念宗喀巴大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学持念咪则玛。但是说没什么当能运动给要了，没什么容易的，没什么这没什么我什么，刚才给我这种我上上会说没什么习惯，真的是。第一句咪咩这位得了钱兼热西，咪呢是圆，没呢是无，这哇是悲悯心。这个密圆指的是第十成立，没是无，所以咪昧是无第十成立。那它是指了解无第十成立，了解无我的智慧的缩写。这哇是悲悯心，悲心，所以咪咩这哇指的是无缘悲，也就是了解空性的普特伽罗心绪当中由了知无我的智慧所直接摄持的悲心，叫做无缘悲。一呢是的，der 是宝藏的意思。那我们讲说矿产，那个矿也可以叫 der。千是大，所以 der 千就是大宝藏。兼热西我们学过了，是观世音，所以咪咩这位 der 千兼热西。第二句 G 咩 can be 汪波讲贝样 G 指的是 G 吗？就是污秽污垢的意思。那这边的污垢垢染呢，指的是烦恼障和所知障。没是无，所以 G 咩就是无垢。Kemba 这个词如果当成名词使用，要念 Kemba， 就是智，也就是道的意思。如果当动词要念 Kemba， 就是了知、了解、知晓的境遇。一呢是的，汪波这边指的是王者、最胜，这当中之最顶尖的意思。讲贝样它是妙音文书，讲字面上呢是柔软的意思，贝呢是威望、德望、吉祥。央可以当成元音，也可以当成妙音的音，所以讲贝样就是妙音文书，曼殊势力。姊妹 can be 汪波讲贝样。第三句港间 can be 珠间宗喀巴，港间是雪域 ，K 巴指的是智者，一呢是的，珠间是顶檐，珠我们之前学过了是基柱，就是头顶，檐是装饰庄严的意思，所以珠间是顶檐。宗喀巴就是宗喀巴大师，宗喀是地名，巴指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宗喀巴字面上呢就是来自宗喀这个地区的人。那这边呢指的是宗喀巴大师。港间 KB 珠间宗喀巴。第四句罗桑扎比小布拉索瓦德，罗桑扎巴就是善会称，宗喀巴大师的名字。一呢是的，小是脚的敬语，拉呢是格位词，索瓦德是祈请的意思。罗桑
扎比沙布拉索瓦德。好，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口传的影片再来复习。大家的名字嘛，明明是为这些讲的是，准备就我们这边样，看起开发中就糟糕吧，路上特别少了少完的，明明是为这些讲的是，准备就我们这边样，看起开发中就糟糕吧，路上特别少了少完的，明明是为这些讲的是，准备就我们这边样，看起开发中就糟糕吧，路上特别少了少完的。刚才讲的是4句的咪啫嘛，现在我们来看5句的咪啫嘛。咪这个之前是准备就我们这边样，那看起开发就糟糕吧，是了，咪什么西国菜，刚不西的意思呢，西国菜。다 이 반대 두 부분을 좀 더 상하다 사이드 주변이나 아니 무슨 뭔가 세트 깜깜가 유빈자 가지고 좀 서로 비로 소원데 시주반이 상할 하발하던 뭐 예매도 소원데 버데스다 현진 뉴베 유연된 유송 공부로 지도 유여버데 제일무처럼 충보다 나와서도 마세 네버터나 제라마니 유송 공부 니 유송 공부라 인 세는 소원데야디 상할 하발하던 뭐 예매 유권에 소원데야서 대인 말이 하발하던 뭐 예매도 소원데 버데 제라메 성주인라 5句的咪啫嘛呢，头2句跟刚才一样，咪咩这位得千见热西，姊妹堪比王波讲北洋。再来插入对崩马律种这三维达，对是魔，崩是兵旅军队，所以对崩就是魔军，马律是无余所有的意思。种是摧毁、破坏 ，z 是做的敬语，桑维达是秘密主，也就是金刚手，桑哇是秘密，伊呢是的，达是主人。那后面呢，再接最后2句，港间 K 比主间中卡巴罗桑扎比沙拉索瓦的，这样子呢就是5句的咪啫嘛。我们再来看一次。咪咩这位得千见热西，姊妹堪比王波讲北洋，对崩马律种这三维达，港间可比主间中卡巴，罗桑扎比沙布拉索瓦德。我们来看节车子嘛，宗喀巴大师持受尊的咪啫嘛。咪咪这位得千见热西。准备准备我们这边样，对面7万就在7万米，感觉开发中间双高吧，路上这个小路双的。如果要持的是宗喀巴大师持受尊的咪啫嘛的话呢，在姊妹堪比汪波讲北洋这一句之后，加上对面7万就在7万米，对面7万是非时死。读是时间，民是非，七蛙是死的意思。读命七蛙就是非时死，就是说寿命还未尽之前，因为各种障碍而死亡，非时死。种刚才讲过了，是摧毁、破坏；贼是做的敬语。切巴梅指的是无量寿佛，切是寿命。八枚是无量，所以七八枚就是无量寿。对面七瓦种子七八枚，然后呢，再接着港间 K 贝之间中卡巴罗桑扎比沙布拉索瓦德。好，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再来随念复习。秘密这边这些人是，准备准备我们这边样，对面7万种子七八枚，港间 K 贝之间中卡巴。以上就是今天的宗喀巴大师成道纪念日噶登阿阙特辑，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见。